机会嘛，这别妈妈加呗，你自己掉了，你这样的，然后不要怪我的。妈妈掉那来的没考，我在那边等了。尼玛，这你们可以，你问他们呀，大家呀，我是不是等了他？不是等他掉了，但是我马上开播了呀。俺头皮没拿了，你人都在排队呀，排队。但你现在快点没行，人家又有好多有的连我，俺干什么行呢？那你去打吧。要这样嘛的，这连用的多疼的，要就让那就进没，要是得等啊，到给没的。在这俺我那俺这见没呢？我什么东了啊？什么这都不是都习惯我这。今天的让我们那些。特殊当我配特殊。我做俺的都打没些年没得的。我打没些那我给他这个都不是比较难呢。你这打不来的这个热起来这。是不？俺的要得孤单就给他做点这些，我都知道给他怕都不是比较难，给他等到牙个打牌子的，我到了呢。让给的给他牌子或到了这一种，得让我那140多枚，这些不。你让给那人都就马那时候呢，那他在叫嘛，人家菜农叫那去，那是你东出的叫你叫啊，应该是你出的顶不了叫呢，都就这边的叫，给我基本上连车都是你使用那去，都。你说吗？你这时候嘛，等下吃的，然后都长嘛追求着，然后够追差不多都新年轮点的，是啊，叫，接着不？现在跟俺别不久回来自己吃。不久嘛，让嘎别没让路是碰的，让那个吃的都铺来叫不啥，有些都不啥，两句就是科学菜里头的依据也得觉得，出马的点个啥。这不叫他种。那然后的今年轮那就这当然都拿回那个，所以说俺先期没去当俺前面那就然后都拿回那俺来开那个那就给他有，给他给不是就不那就，我们给都俺就不会给不呢。俺拿不没？俺拿不了俺好个月，我们就当别个钱都拿不起来，我咋？让俺东可这边那交包了那就做了嘛，你个别的，他我们让俺什么这当的，拿不得拿不起的呗，咱俩让打得着。那出去找吧。没出去，俺开始我们都对着俺那钱出去顶不来路价钱说是2点多哎。我的。俺东大家就是也是了话，就当你们对的个是，但是那个别的路面是你小区的顶不来路价钱说是2点多哎。现在什么点缀那来2点嘛？我让我给别的你们家打的时候，你不就个吧？个指标就多。我也做当我差多俺的你这么大，俺没。我这得让我个不就去你们家另外打上个指标么多？今天俺参加录的时候，得140多枚，俺生意上哪样有没关系？哪样有嘞？就是基本上这个意思路，哪样的能打好嘛的？就会讲个人的，哪次买的就个大街单报告长期还有，意思路哪里有呗？啊？俺没。我对面这天的。要过那边说的，装饰啊对的那个就没行，另外就我就我的检查几个主差咋的那些。我检查几个的，我去了这么长时间，咱们检查嘛，就我说还我嘛让什么哪里有的，检查就弄这个里面的，检查结不别的，你们就根据我就出来啊。这张个没得说对吧？什么哪里打对吧？没什么，你们这么着去说那没对吧？检查几个做吧？俺你讲不讲讲说了这几个做不了啊？比如这啥都就多的啊。长不长样子？要过那边说样，讲你这个样什么的不行那都，人家说哪里边的，你表单、入住单、起住单，咱们说这个多啊。俺这大姐几个做的，能打好嘛的，做了不？当俺大姐几个做就打点这新鲜跟哪子独家的嘛来说嘛。对吧？我中女的对吧？哪家的咱们那是对。我意思是俺家这个。
然拿人没的，然拿另外绝不没的，然对就那个心里没的。哦，然后群主说没戏了，但是您别知道没？我叫嘛来乞丐就那那么多的。不就的这嘛别我的这到了米把咱那不就干嘛就的日大就菜了，我的参加录的我的继续的。然后录用呗。嘛的，我就对吧？要嘛的，但对吧？米但那这马上就而且刚去年马上就我的录。这让录嘛啦，我可对了，最近不就都让个都来人解决的，就是么？也可对。哎，你们这人不就个地几当年？不就都得7-8站接着的嘞，人家最近呢，没别的保养问题呢，输送的来个的，输送的那不嘛的是不行的。我就同中啊。别过钱，我们是别过钱，都就当个都拿家的，有什么不你保？哦，拿不赢的，拿不赢哦。好的，都拿不起，这人不学下来是不就录是，不就对那人都来人家吧没？就。日的不就录干着的？呀，怕给下过了，关键是多少这个就我就没打就那么就俺爹们要入那呢。为什么字都不读？给他听一下，下面打了好多字呢，才日久见人心。快点，猴子，美女们为什么喜欢听这颗心呢？我发现好多美女都在连他，说男人坏，女人更坏。屁结果嘛，我都学我的。这种样讲，霸王茶几是还是痛？许多个人让女呗，啊，去路就定了，去路就这样这的。都去路的俺东年呀，都去这干啥的？啊，预备，去呗，去呗。我去没呗，我干掉了呗，去有的有见。之前去年还没就那样，给俺家这去过的电影都录的就那拿回来没叫。去啥的就是现在没记得别多人个人。是多大？哎，咱们现在开玩笑都不多说了，批给今年吧。批给咱们说是古董灰色的嘛，给那个结婚没？没有了，没有。都是灰色的，办给俺了。今天认识，明天微信，后天拉黑，没得我的古董的感受。那个裤子已经不就个认识。我对嘛学，原来我的结婚，你们那个给我们古董的等你先拿着弄啊，就。没有，你想去打？我们就当没接的就行了，古董接上。妈的，我你给我都是叫醒觉得是米我来看些段本那之后个黑粉的这个录音机这些那故乡的啊，等于爸爸在家里学习，爸爸家里是不是教就真的？这是干嘛故乡呢？你让他雇佣过，更叫雇佣过，真的。帮助都简单都过的，一些都不给，趁着搓牙钱也给，罗啥过去，给个录屏这个呗，就地方学录屏这个嘛的都做给。更叫送录屏这些，你让雇佣过是来明白？俺每个做雇佣了，俺来同样嘛就真的。你听到了，俺来并家做个不强上，俺拉黑接不下去。俺来走强上，俺并家他牛你强上拉黑接不下去。俺那是录屏这个来，俺做给的，拜拜。啊，么样把这说是去弄过？就是等给俺说当年了吧，这当年了不懂啊？我这录屏没接，我录屏接他有讯了不？那就，但俺年底起码的，我相信。哎呀，我这我们等给说了给不了吧？牧羊座嘛。你去哪里了？刚刚前面。我才吃饭，刚吃完饭。吃饭嘴巴吃了，顾别吃了吗？对。今天晚上我一点都不舒服，怎么办？牧羊座。怎么了？我心慌。失恋了吗？不是失恋了吧？那怎么了？哈后面呢？我也不知道，我脑袋里面嗡嗡的。哦。人生如茶，那我们可以玩吗？我才开播。
你输了你能干什么嘛？都可以。你又要穿个打底裤，前面空空的那种吗？哎呀，我没有别站，让它空空的嘛！我怎么不让它空空啊？俺吃古董怕呀，包呀天的，俺不会空空的。对，没有站直的原因。啊，你能不能站直呀？立正我可以，我给你立正。啊！嗯，我军训你啊！好呀。你没有来那个吧？给不了嘛，对吧？嗯，不能骗人啊！好，你姨妈没来吧？没有。哦，那好，绝对不能传染的。嗯，再拉人不？不拉了，嗯，就玩一把啊！就玩一把，我破不了白怎么办？过不了白没事，你睡觉。我第一把不会输吧？欢迎美丽的西藏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哥。那玩一把吧，来吧。说明你虚了噻，兄弟还回来没的？这今天让个那些兄弟呢，还回来没？真的就了不？这个谁在整啊？那就让那些兄弟这今天还回来没？真的是。来，兄弟们，第一把，美丽的西藏哥，第一把让我赢好不好？啊不，谢谢 Pokesam， 理想生的或者别个节目的 Pokesam 啥多啊？兄弟我也叫啊，或者理想生的 Pokesam 对吧？别个节目的，我也去兄弟，没些节目让直播上那去。菲菲，你昨晚跟他们打了完了以后，他们问的很精彩啥？我不知道这个。啊，谢谢啊，谢谢。不用做嘛，好看啥啊？兄弟俩可乐不要吧，不用做嘛，好看什呢？可是票也能给不着钱，连美女指不定小心心的上路去的。唱歌呗是，他不想唱的兄弟，就是小心心啊，给不着钱，那俺先当生活的民度，家常的锅面那俺先当面，先当吧。礼物上面的就几折，就礼不大的就几折，没去上路去们拿，没些什么的没些，啊，只当个面，去打下面的嘛。我感觉可是没写的小心心，这个人的小心心就是没有上过的，上过的就不用上了。等到这我要求啊，我彩礼看准了家过了。两个女的一直打，他们两个真心话问的比你还精彩是啊！你家过来兄弟啦，那可就大些。我真心话的这个过分咋不得这真严重呢？人家可种俺独家的，这低俗主播的了，面着什么的，俺真严重呢？那不得这俺这些个月，那么就是俺这个月的吧，就打过我的吧，但是俺独家的这些严重呢？独家切不小了，俺让咋让这牛着钱了是呢？独家让切吧，你信了不？俺别对吧？咱们这正俺咱那边人跟那边的，西周亲了是等都独家让切吧。从这一年讲，俺直播这个阿家给的路亚了吧？俺可意思不嘞？直播今天俺让直播，下播前天俺让直播，咱我有的能讲不来个啊？有人的哪里？什么的？你讲我没得，你讲个啊？那没啊？状态起来么呢？不懂啊了。
点给阿妈来家可个对。木亚找我们俩锅店的日边风着了，对面的还有个叫什么黑什么什么的哦，黑妹。对，纯净天给见，是不是都他妈的？那个从俺他们说起个去兄弟，我也叫扑三节，你等给另外小心心上的兄弟都是这。谢谢人的责任先问心声，我也就兄弟。你就那样啊，连没写上的兄弟都是，你写的那里不难的学学我们别面红我，啥呀东亚面的教个东亚面学学我们别面红我。教个那么多里面成种学习，不抽荷花吗？是？荷花让东北见，你把你个男人约出去，讲究人约出去了，在荷花让东北见，俺我得出人就去他妈讲究着见，你个那去约出去了，俺他妈咋样见？你个呢？荷花东的等个嘛见，去。这是3句2声，兄弟们，你们不帮我一直。啊，个对的，有训了不？今天晚上我们这讲解嘛，才就往进门的，咱都给顶出来。来，飞机再来。再来，你给我腿毛你穿。3句2声啊呀！什么3句2声？100票哎！现在这是九龙部 KTV 里面的那些小姐姐100块都不用。我100票都没有，全是点赞上来的，65票不是没有，发誓没有。哎，兄弟，今天晚上上中有吗？叫什么没有？我一浪60票才。啊？我一浪60票才。120票，俺写的没去。那个是点赞的。俺读了，你们为什么这？哎呀，不说了。发誓没有，我骗你是小狗。那这把你破牌也好，什么也好，要做啊。不能骗人啊。那这把输了，我3局2声输了问题。来吧。来个大哥吧，求求了，发誓！现在在加成首次礼物翻倍的时候，可以帮我上一点吗，兄弟们？首次送礼的翻倍的时候，上一个热气球就有1000票，能不能谁哪位大哥开个头上个热气球呀？俺不差了那气球，还加到热气球了，工作。700多个人，一个上研究的人都没有。谢谢，不客气，谢谢。太牛逼了，这些人。谢谢啊，兄弟们，真的，你们挺好的，俺都不需要拉票，谢谢你们。希望你们系的那里给我拉点学校们都好。谢谢哥送来的小心心，谢谢哥，谢谢。陆亚洲们，你怎么了？昨天晚上那个气质嘞，那个叔叔嘞？什么叔叔呀？地中海嘞？兄弟们，最起码让我2把破个白吧，真的。2把都破不了白的话，那我真的尴尬了。谢谢茶藕哥，谢谢墨脱小子送来的比心兔兔，谢谢哥，来，每人走一个小心心，我们家每人走一个小心心，22个人的小心心，来，每人走一个小心心，兄弟们只需要21个人的小心心，21个人的小心心，20个人18个人的小心心，每人走一个小心。我也去工作，原来上没事，反正这把打完了平了这。谢谢理想兄弟。Boxam 我也还有这个剧什么外弄送的明星，还有所有人啊，我也就原来上路就没那项目我也就谢谢你们，就是养过那句，俺兵家你可以透明，等俺打个那么上路去，全都来养死民众那句，俺他们教那么多里面吃的一种东西，俺写的那里个那的休息，俺家人们都给野路咱们的去干的说我去的嘛根本休息，我们并没有。
就路对那句，啥呀东亚面的脚动爱的你。怎不领这个了？那句没了是马拉不说拉不就行？我嘛你别迷糊那句，叫个龙巴没东西拉不就行？谢谢。个真切，我都讲句，最爱那个今年就是没那么多我，那你过哪了？你个哪路工作啊？我这不去点我呢。我也去，要不都要不，就是要不行那都。么谢谢阿家的，大家让俺票上么？阿家让俺这七九的让他把俺位置给我用的，俺用过家，就没呢，然后就不会被拿了。微笑面对一切，生阿家的个把吧，领着六呗。你说你学不识字了，学就那个你们都学不见通感都不通感。这个阿家个把阿家让位置俺顾得不起，阿家给学的，你在哪里噻？看中，然后给真没给，俺的阿家的给这个，你微笑面对一切，你说话。阿家的给学的了吧？我个这个吧，去了教育呗，教弄嘛了啊？阿家吃不啷个几百呀？我在成都噻，阿家让你有老公吗？就一句话，让13月呗，13月那你公外面让老公月呗，可是多了大家，原来的没上俺出，可是多了的，那就阿家让俺可多出了的，13月呗。哎，阿家，我爱你是，有了的兄弟啦，那么多嘛那的，普当普你干的你们是对个的，谢了，用面了多啊，没有啥，阿家你，阿家我这13没呗，阿家那不加油的，俺不你接着吃啊，妈真的，给阿家13没事，但不是实习单位的一分钟啊，等俺单的。就单穷没的，你俺等给票上俺都是单的单，那家没提接单没去出租了呗嘛的呀，阿家得个的，出租单的单，俺票上俺都是单的单，全部都是嘛单，阿家单13没了是吧？就这太可怜了，是我看多啊。阿家俺让就去干去呢，阿家让愿意吗？你去换吧，没用，好好的换啊。哎呦，好累啊！阿家，俺干巴多阿家微笑面对一切，阿家俺我都给让生那了老找不来都给，他怎么的什么不喜欢你，让人面你再着。阿家估计他出了的，明天来成都上，这明天来的没来了没了，大家就你一句话，俺生那老找谁阿家让去了干去的，也没记得清楚你，我那就。妈呀，我的大地裤嘞！哎呦！对面不尊重你是？咱们俺单聊起来还没的。也是俺13说吃个钱，你公开这个东西，姑妈叫算的就嘛的兄弟，这辈子我不可能知道吗？也是俺的，假如说10年的13说10年的，俺没吃了嘛，对呀，吃个东西，俺姑妈做的领的轻嘛的，毕竟自动身呢，自动的吧，叫身的咔也没给我嘛的，但是路上也能啊，公开经历。大家的俺差不多，大家的都阿家推，大家的们，阿家来教俺们这个学习。假如咱们去跟人家说我去那么根本学习，我们别没用的。
我差不些的，大家呢差不些的，但俺没过。你在农都是的，怕当点的出国家的生意，但都做的大工作，怕那个这个怕吃上去这个出那个这个嘛的，顶上去做干，但都弄着但都是卡茶费，有了不？你把自己放大吧，没用。哎呦，好的呢，大哥，大哥，有孩子怎么了嘛？我就喜欢那种有孩子的妈妈。你这个衣服能不能换一个？求你了，妈妈。衣服换了的话，完美了。有种不？求你了，把那个衣服换了吧。你这个衣服有点不习惯，我们看着衣服换了就行了。谢谢你，祝你好人一生平安，祝你年年有余，恭喜发财，扎西永远那边给的。咱们这把家弄满了啊，开玩笑的啊。我等要加些一个。啦啦啦啦啦啦啦。他是男生是？还蛮好男生呢，女生呢？对，为什么拿个我们穷了那姐？你能不能把衣服放到里面去啊，美女？呀，咱这样子一个看得到，你不要太那个了，我会带走的。看不到，你过来一点嘛，过来一点嘛，再转过去嘛。为啥着嘛？我说你不要穿去的，你穿了呀，我看到了呀。你没有跟我说不要穿。哎，算了，进来，过来，不用那个了，过来。我看到你那个，我真的心里面好难受呀。你站直嘛，你看嘛，多好看呀，跟我妈妈的一模一样。你别蹲下来嘛，真的是。再转过去嘛，转过去好好的看一下，我们欣赏一下。啊，没牙了。那我先撤了，我真的再看你们帮忙一把，求你了。直接让我撤一下，我真的心慌。就一把。啊，你搁哪呢？就一把，你问真心话都可以，就我一把。我也真心话，你也真心话，就一把。来。真心话还几个？挂着兄弟们，就一把，真的，我直播间现在2000多个人，我求你们了，帮我一把好不好？求求你们了。我就真的打个2把 PK，我连一个热气球都没要到。来开始啊！你的话有票的，我真的没有票了，往死里拉都没有票。来，兄弟们，现在首次礼物翻倍有没有票？现在是首次礼物翻倍，能不能帮我一下，兄弟们？2000多个人，来一个大哥好不好？发誓，兄弟们，求求你们了，来一个大哥嘛，哪怕上一个热气球都是真的特别好的，哪怕上一个热球跑车，就现在是在加成翻倍的时候，他们家是不用拉票的，你看呢？妈，真的。你个哪去着？你干哪去着？你个西南能着？你干哪去着没？越求越没有票，真的。谢谢邓总送来的小心心，最起码咱们家大一点好不好，兄弟们，拜托了。哪怕你们只有一个热气球，墨镜都是可以的。哪怕你们只有墨镜、热气球。你俺干嘛发生结论呢？还是吃功能结论？拿了。
谢谢单子汪队关注，谢谢欢迎，谢谢我是大山人，谢谢送来的小心心，欢迎穷山哥。来，现在帮我过个加成，现在你们帮我过个加成可以吗，兄弟们？28个人的小心心，就这最后一把了，但你们帮我打一下嘛，求你们了。28个人的小心心，每个人走一个小心心就可以了，每个人只需要上一个小心心，帮我过个加成，在加成的时候看有没有大哥，看运气，兄弟们好不好？来，21个人的小心心，20个人的小心心，快点上。我也是工作。谢谢啊，我也叫工作。阿劲啊！咱们这么着空我说读呢，今天晚上俺读状态你们呢？咱们这么着空读进了。我也是工作，特殊，兄弟我打字紧张，俺只有俺懂啊，这样弄俺状态没俺你个呢？你怎么了呀？你怎么了？我不知道我心脏难受呢，真的。那你下播休息吧。你不做惩罚的吗？不是你太难受的话，难受不了一点。不错，大火了啥？好像是俺脚不人，那就脚不人啊，俺脚不人。那叫俺小小明星这不下出去的，那就脚怎么呸，好惨了。那问吧。俺脚就第几个度哎？脚几个？
부모님도 레게基本个记不读个。我听不懂。 아니 부담 부모님도这지다记不读个。啊，不读。啊，看这，看这，不读，不读，就不读。也挺蛮小啊。啊，真的。第二个啊，你的读到底会不会好好的回答？不会，我容不了的。全部不会。第三个啊，你的前来长不长？就正常吧，我也不知道长还是不长。现在也看一下嘛。哎呦的，就是，就是你最喜欢的瑜伽那个是什么？骑摩托，他选下个就晒太阳也行，他选下个就晒太阳，晒太阳。最后一个就是最近有没有？没有。好的，我一会儿连你我出。